2026年5月，香港娛樂圈咋啦？唔係因為邊部新劇爆咗，亦唔係邊個頂樓塌房啦，而係一個收埋咗成15年嘅秘密。楊思琦總算是將呢層窗戶紙捅穿啦。2026年5月嗰場訪談，佢親口坐實咗個女生父嘅真實身份。邊個估得到，舊日謎底揭曉之際，人家早已靜悄悄咁再婚添丁啦。件事要由2026年3月講起。楊思琦前男友李榮豪嘅阿媽思明因病過世，本來係一樁普通嘅喪事，點知喪事都未搞掂，李家就徹底撕破面啦。80歲嘅老豆李家鼎公開鬧大仔李永漢夫婦，當佢係人肉提款機，話呢兩個人聯手榨乾咗佢差唔多200萬港元嘅積蓄。老爺子甚至放咗同李永漢嘅對話錄音出嚟，內容觸目驚心。大仔對親爹嘅存款虎視眈眈，態度惡劣到令人髮指。兩兄弟為咗阿媽留低嘅九龍塘別墅，隔空對鬧，醜態百出。李永漢話細佬李永豪教唆父母分身家，李永豪就獲得老豆力撐。李家鼎簽咗文件，將所有財產同身後事都交俾咗細仔。呢場爭產大戲一出，全港網友突然集體回過神啦。等等，15年前楊思琦講嘅嗰啲說話，好似全部都係真嘅。當年佢由李家搬出嚟之後，接受訪問，話喺嗰個家入面冇人會俾反應，唔醜唔睬，打招呼都被當透明。話李家2日一小吵，5日一大鬧。話李永豪嘅阿哥李永漢動手打過李永豪，手臂都快打到骨折。話李永豪賺嘅錢全部交俾阿媽，結果都係被嫌賺得唔夠多。話嗰個家入面冇人尊重佢，佢就好似個透明人咁。當時邊個信啊？李家上下口徑一致，李永漢跳出嚟鬧佢，搞到成個家唔安寧。李永豪喺鏡頭前喊到成個淚人，全港輿論一致認定楊思琦就係一個嫌貧愛富嘅拜金女，劈腿富二代，活該被鬧。15年後，李家自己用一場比電視劇仲狗血嘅爭產鬧劇，將當年楊思琦講嘅每一個字都印證晒啦。社交平台上面即刻冒出一個話題，叫楊思琦道歉區，大批網友排隊留言。原來佢講嘅全部都係真嘅。喺李家挨咗9年，真係辛苦佢啦。當年跟風鬧佢嘅人，欠佢一個道歉。據知情人透露，楊思琦睇到呢啲留言嘅時候，係喺直播間入面見到嘅。佢話自己挺感動嘅，但都僅此而已。面對記者追問，佢只淡淡咁講咗一句：時間過咗去好耐，由佢過去。11個字，翻篇啦。亦正正係呢場風波，令佢終於下定決心喺伍詠薇嘅節目入面，將嗰個收埋咗15年嘅秘密，一次性全部倒晒出嚟。2011年嗰個夏天，全港都喺度鬧佢。要講清楚呢樁舊事，要將時間撥返去2002年。嗰一年，23歲嘅楊思琦啱啱攞咗港姐冠軍，風頭無兩，最上鏡小姐，網上最奪目小姐，簽體美泰獎，6個獎項攞到手軟，係港姐競選史上獲獎最多嘅冠軍。簽約 TVB 之後，迅速被力捧，拍劇攞獎，上綜藝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就係拍《血戰軒轅》嘅時候，佢由馬上跌咗落嚟，受咗傷。同組演員李永豪，對，就係李家鼎嘅細仔，喺旁邊悉心照顧，兩個人就咁睇對咗眼。一個係萬眾矚目嘅港姐冠軍，一個係跑龍套嘅無名小卒。外人都覺得佢食抵啦，追佢嘅富二代排長龍，佢偏偏揀咗個家境普通嘅。李永豪嘅老豆李家鼎嗰陣都未紅，屋企條件一般，講白啲就係個窮小子。但楊思琦唔在乎，佢話好多人中意佢，但佢偏偏就中意咗我契仔。呢個係2026年5月，李永豪95歲嘅契媽黃孝慧親口講嘅。黃孝慧仲話楊思琦係帶着委屈走嘅一個女仔，如果冇委屈，係唔會走嘅。但委屈係咩？據楊思琦後來嘅描述，佢搬入李家同住咗成9年，9年入面，
李榮豪嘅阿媽施明同阿哥李榮漢對佢視若無睹，見面連招呼都唔打。佢主動承擔家庭經濟壓力，過得十分心累。更加窒息嘅係，李榮豪喺屋企完全冇地位，佢賺嘅錢全部上交阿媽，阿媽仲嫌唔夠多。阿哥李榮漢游手好閒，唔出去做嘢，一點擔當都冇，甚至動過手將李榮豪打到手臂幾乎骨折。楊思琦夾喺中間勸交，結果被李榮漢一句唔關你嘅事對咗返嚟。從此李家人對佢好有成見，好不滿。9年青春換嚟嘅就係呢個。2011年5月，佢搬出咗李家，本來想好聚好散，冇即刻公開。點知5月底李榮豪生日，打電話求佢去參加聚會，話有好多朋友在場。佢心一軟就去啦，到咗先發現全部都係媒體。李榮豪當眾宣布要結婚，佢企喺旁邊，面上嘅笑比喊仲難睇。1個月後，2011年6月27號，佢召開記者會，單方面宣布分手。李家咋啦？李家頂鬧李榮豪黐線。李榮漢跳出嚟替細佬出頭，將楊思琦鬧到一文不值，話佢拍拖期間態度傲慢，將李榮豪當工人咁使喚，話佢食安格斯牛扒嘅時候鬧對方連麵包配菜都唔識準備，話佢深夜喺廚房食火龍果偶遇思明就出言不遜，話佢將屋企水果私自收入衣櫃唔俾思明食，話佢要求婚宴擺設百席排場。全港輿論一邊倒，楊思琦劈腿拜金唔要面。未婚先人被鬧得最狠嘅時候，佢挺住個肚飛去咗美國。分手後唔夠1個月，楊思琦就被爆有咗個 BB 唔係李榮豪嘅，各種劈腿嘅冇劈頭劈面咁集落嚟。TVB 直接雪藏佢，唔再俾戲拍。據知情人透露，嗰段時間佢嘅事業瞬間跌入谷底，連泳衣寫真都接啦。一個曾經嘅港姐冠軍，淪落到拍泳衣上謀生，可見有幾慘。佢自己後來解釋過，我冇劈腿，新男友係分手之後先開始嘅。我當時為咗擺脫李榮豪嘅糾纏，話大話自己有咗，結果大話成真，我真係懷咗嗰個人嘅仔。留意，佢一開始都係冇講嗰個人係邊個。2012年3月8號。佢喺美國生咗個女楊卓穎 Crystal， 冇透露仔女老豆係邊個，亦冇任何人陪產，一個人喺異國他鄉生咗個 BB 出嚟。據知情人透露，佢有咗嘅時候就已經知道嗰個男人嘅真面目啦。呢個所謂嘅富二代，其實欠咗一身債，而且喺內地仲有一個未婚妻，徹頭徹尾嘅騙徒。但佢冇打胎。有人勸佢打咗，佢講咗一句後來被反覆引用嘅說話，唔想剝削小朋友生存嘅權利。33歲，未婚，帶住一個細路，事業全毀，被全港鬧拜金女。換做任何一個人，可能早就崩潰啦。但楊思琦冇，佢帶住個女返咗香港，即刻開工賺錢。2019年到2020年，再婚生仔。神秘老公到依家都係謎。2019年，有媒體影到楊思琦小腹微微凸起。2020年2月，佢生咗個仔 Katie。老公係邊個？呢條問題到2026年啦，依然冇答案。佢只透露過幾個關鍵詞：圈外人士、普通人，唔係富商，月薪大概2萬嘅上班族。有媒體估係化學老師，有估係星二代。甚至有人懷疑呢個老公根本唔存在，係佢虛構出嚟嘅虛擬老公。對此，楊思琦喺九運會客室入面笑住回應：老公收得好埋，自己唔敢再講啦，踩蕉皮踩得多。翻譯成人話就係，以前太老實，食咗大虧，而家打死都唔講啦。但佢提到現任老公對個女非常好，視如己出。講到呢度嘅時候，佢眉眼間嗰抹釋然係裝唔出嚟嘅。據知情人透露，佢而家定居內地，住喺地鐵尾站，唔係為咗其他嘢，係為咗爭仔女嘅公立學校名額。有人問佢點解唔住豪宅，佢坦言話：豪宅留俾流量，
我只想俾個女一個可以寫功課嘅窗台。4. 2026年5月19號，伍詠薇舉起右手發毒誓，佢係好人。講返去2026年5月19號嗰日，伍詠薇主持九運會客室，一上嚟就直奔主題，個女嘅生父到底係邊個？所有人都以為楊思琦又要打太極，畢竟15年啦，每次被問到呢條問題，佢都係一句唔講就將人對返去。但今次佢冇，佢先講咗一段所有人都唔知道嘅往事。我同呢個人喺同李榮豪拍拖之前就已經識咗，嗰陣我哋都好後生，大家都係同學。我以為佢係可以託付終身嘅人，因為當時已經有咗 BB。一個女人點會拿終身大事嚟開玩笑？講到呢度，佢停咗一陣。但後來我發現呢個人欠債好多，根本唔係咩富二代，而且佢喺內地另有未婚妻。我知道嘅時候已經大肚啦。伍詠薇問：咁你點解唔打咗？楊思琦望住鏡頭，語氣平靜到好似喺度講第二個人嘅故事。當時好多人叫我打咗。但我覺得我憑咩要聽陌生人嘅話？呢個小朋友係我嘅，我決定要生落嚟。伍詠薇又問：所以嗰個人到底係邊個？楊思琦深吸一口氣，終於講出咗個名：吳瑞。對，就係嗰個前跳水運動員吳瑞。全場靜晒，伍詠薇當場舉起右手：我發誓，佢係好人。如果我講大話，被雷劈死。據知情人透露，吳瑞呢個名一出嚟，唔少觀眾當場就懵啦，因為吳瑞喺跳水圈曾經小有名氣，後來轉行做生意，但一直唔算大富大貴，同當年外界猜測嘅圈內大佬、隱形富豪完全唔搭界。即係話，楊思琦當年被鬧拜金女，其實佢揾嘅根本唔係咩有錢人。諷刺5。太諷刺啦！5. 遲嚟嘅平反，當年鬧佢嘅人，而家排隊道歉。2026年5月，李家爭產風波持續發酵，社交平台上面出現咗一個好辣眼嘅現象：楊思琦道歉區，網友留言刷屏。原來佢講嘅說話全部都係真嘅。喺李家挨咗9年，真係辛苦佢啦。當年鬧佢拜金嘅人，而家睇下李家呢個德行。面痛唔痛？一個人帶住2個細路挨咗15年，由港姐冠軍到直播帶貨，佢先至係最清醒嘅嗰個人。甚至有人翻出咗當年李詠翰鬧佢嘅原話，逐條對比而家李家嘅醜態，發現簡直一模一樣。李詠翰當年話楊思琦態度傲慢，而家李詠翰被親爹公開指責將老豆當提款機。李詠翰當年話楊思琦唔尊重長輩，而家李詠翰自己對80歲老豆惡語相向，15年嘅罵名一朝反轉。但楊思琦本人呢？佢喺2026年5月嘅一次活動上面，被記者追問呢件事，只淡淡咁講咗一句：時間過咗去好耐，由佢過去，唔解釋，唔爭辯，唔落井下石。呢份大氣反而令所有人更加敬佩。6. 一手拖女，一手推車，身邊伴住隱形愛侶。2026年嘅楊思琦47歲啦，佢嘅日常係咁嘅，一手拖住14歲嘅女楊卓穎，呢個女英文說唱漏到飛起，中文歌仲要靠阿媽一句句糾正發音，一手推住個仔嘅 BB 車，身邊跟住嗰個永遠唔會露面嘅老公，素顏出街，着住普通，同任何一個香港主婦冇兩樣。港姐冠軍嘅光環早就散晒啦，罵名平反啊，事業靠自己一場一場直播拼翻嚟嘅。有人話佢將一手好牌打爛咗，但你仔細諗下，喺嗰種處境下，33歲未婚先人被全港封殺，事業歸零，帶住細路遠走他鄉，佢冇崩潰，冇放棄，冇賣慘薄同情，而係咬住牙將日子過落嚟，仲將2個細路養得好好地。呢個唔叫打爛牌，呢個叫絕地求生。2026年5月嗰場訪談入面，楊思琦講咗一句說話，
被網友反覆截圖傳播。人生嘅意義係咩呢？多食美食，睡個好覺，盡情玩樂就得啦，唔使羨慕人哋，亦唔必被人哋約束。多累積人生閱歷，呢輩子就冇遺憾啦。佢講呢句說話嘅時候，對眼係有光嘅。一手爛牌，落子無悔，絕處逢生，佢先至係嗰個最清醒嘅人。